咱台湾的邦交国瓜地马拉火红火山开始大量喷发，因为这座火山离因的首都是无加100公里，官方是发出最高级的红色警戒，体力超过600人。 烧滚滚的岩浆直对火山口喷出来，甲瓜地马拉的天顶烧甲光光。离首都瓜地马拉市无到100公里的火红火山，海拔超过3700公尺。当地时间8月初3早起开始喷发，喷出大量的火山灰，冲起到6000公尺高的天顶。一寡油油啊也对山顶压落来。紧急救援单位随时发出上悬层级的红色警戒，适用范围包括160万居民，同时也脱离火山附近的2个钟头，超过600个人。 Actividad del volcán. Nosotros hemos estado monitoreando y hemos visto que el material de todo lo que es la lava está bajando más. 目前火山周围的国道已经全面封锁，附近的学校也宣布停课，因为火红火山是中美洲上届有咧活动的火山，过去的喷发对这个国家造成严重的伤亡，居民拢唔敢大意，配合脱离到避难中心。Imagínense que se complique ya, yo tengo 4, ya viendo todo eso, pues hay que salir, ¿va? 自西元1524年有记录以来，火红火山已经喷超过60届，是规个中美洲上届危险的活火山。对1999年开始进入新一轮的活动期，而且继续到今。2018年是这座火山100多冬以来上届有毁灭性的一届喷发。火山的油油啊喷去到山骹，其中一座砖头已经扑灭掉，统计造成159个人死亡，另外有超过200个人失踪，互人认定罹难，包括番麦、豆仔类的、甲咖啡等等的农作物。 经济损失真大，火山灰乱飞，也让首都国际机场关门2天。公司新闻，景元庆编译。